30幾歲啦，仲未結婚，又買唔起樓，點算？如果你30歲之後結婚生仔買樓呢3樣嘢，你一樣都仲未做嘅話呢，咁你就會發現你啲錢根本使唔晒。唔需要去羨慕嗰啲結婚生仔買樓嘅人嘅，佢哋而家嘅生活可能係一地雞屎啊！早幾年為咗結婚喺高位上車買樓嘅嗰批人，而家個個都喺屋企冚被喊啦。結婚嘅意義其實就係精準咁揾到自己嘅報應。如果你而家仲未揾到自己嘅報應，其實係一種幸運。嗱聲開翻啲 SO 賀一賀佢啦！嚟睇下呢隻我多次回購嘅法國進口理查三世 F1 專享嘅 SO， 經過雙重蒸餾嘅30年陳釀，飲完你嘅杯仲停留法國國花嘅花香啊！前調有涼果嘅甜香，後調有木質嘅香氣。哇！如果同你嗰個60歲嘅女朋友一齊飲嘅話，我諗佢會開心到即刻俾2億省錢你使。而且呢隻酒樽嘅3D 浮雕飛馬設計，象徵馬上發達啊！而且過年過節攞去招呼你嗰啲皇親國戚啊、送禮啊都非常之有面嘅。關鍵係好抵啊！你睇今日2支700毫升嘅先幾多錢？你咪以為賣得咁平就係流嘢啊！呢一隻酒嘅海關進口，手續齊全，而且支持第三方檢測嘅，可以放心沖。